最近真接有教保人员甲囡仔体罚的违法事件，台南市教育局制定教保服务机构自主风险管理检核表，来加强幼稚园内部的管控。这个新政策8月伫咧台南的公司日幼稚园正式来推动。台南市幼稚教育发展协会是认为，政策是好意，不过也着爱提升教师的情绪管控，也着爱担起正向管教的责任。今年5月，明代职巡才逼出因控有幼儿园的教保员，甲囡仔拍头、扇嘴皮等无适当的管教行为。近来像安尼案件常在咧发生，为了要加强幼儿园内部的自我管控，提升主动发觉甲预防事件的能力，确保囡仔的安全。台南市教育局带头制定教保服务机构自主风险管理的检核表，按算8月新学期正式上路。除了互阮检视一下，阮家己敢有做到，还是讲做啊有倒位有欠失，就是无做啊好的所在，就是会再甲它补强一下。有分做3个部分，第一个是幼儿的这个保护，第二个部分是卫生的保障，第3个部分是咱园舍的这个安全啦吼，拢将有这个24项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检核的内容，来确认咱这个幼儿园的囡仔的安全。检核内容包括爱观察囡仔敢有吵闹，定期检查校园环境，嘛爱确保监视器爱保存14天以上的卫生等，拢爱做详细记录。台南市幼儿教育发展协会肯定这个政策，不过因认为爱针对老师的情绪做管控才是重点。另外有家长烦恼老师大头当影响照顾囡仔的时间，让我们家长有多一些保障，那当然是好。但是我们的想法是想说，那这样是不是会造成业者在工作上会压缩到老师去照顾小孩的时间？应该要怎么样去做，会对我们的宝贝是好的？是我们协会本质的照顾小孩跟让家长放心的原则，所以我们协会不定时的在举办一些提升老师的品质跟沟通的一些课程。教育局说会办新政策说明会，组一个咨询辅导小组，提供改进的方式，予各幼儿园管理更加周知。市府讲未来嘛会保证是稽查，唔望教保员违法的事件卖个发生。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